我唔係叫大家一定要又出色又極端。我所講嘅出色係咩意思呢？有啲人見到2024年嘅口號之後，就質疑愛多美嘅生意真係咁難咩？我唔係叫大家要去到極端，我唔係叫大家一定要又出色又極端，只要做到出色就得。我所講嘅做到出色，就係希望你哋可以努力做到好似公務員咁嘅工作態度。公務員一日做幾多個鐘？佢哋做8個鐘。如果你每日都認真同埋勤力咁做足最少8個鐘，你咁愛多美都可以成功。平時返工路程時間算唔算工時入邊？唔算。工時係由你一到公司嗰刻先開始計。冇咩先至算係工時入邊嚟嘅。打電話俾客、見客解釋產品同生意、參加講座呢啲都可以算係工時。每日都要做足8個鐘，但係我哋喺生意上遇到嘅人入邊，大部分做得唔掂嘅。其實連8個鐘都冇做足。另外，如果你有投資開鋪頭，你都會預咗要做8個鐘，甚至10個鐘。咁你而家冇愛多美生意度，係咪真係有投放8個鐘落去？請你自己睇下。想唔付出努力就成功，其實同賊仔心態嘅分別。你最少要每日做足8個鐘，先好諗住我會成功。我哋嘅領袖都應該試下寫日誌，試下記錄下你嘅工作時間，可以試下實時追蹤你做咗幾多工時。呢樣嘢對佢話自己生意做得唔好嘅夥伴都一樣啱用。叫佢哋記錄翻自己實際做嘅幾多工時，下個星期甚至1個月後交出嚟。佢哋嘅可能會諗，我諗咁努力，無論做咩都唔會成功啦。所謂要極端咁啊，其實係講緊有殘障嘅人。如果你講嘅有困難，對你嚟講可能會比一般人難嘅，會覺得我根本講唔到，我聽過佢哋。咁如果一個人有殘障，應該點做好？自己一個人要成功，真係好難。佢應該點做好？你應該試下揾2方面嘅幫助。第一就係要得到公司制度嘅支援，第二就係揾贊助人、夥伴或者兄弟姊妹線嘅支援。如果你打算咁做，其實有啲要求你要達到，有2個要求你要符合。第一就係你要有強烈嘅成功慾望，第二就係你要有謙卑去服務人嘅心。假設你咩都做唔到，但你肯去服務人，你願意盡力去做，幫身邊嘅人斟茶、送飯、執下地方都得。你都願意陪父母或者贊助人去任何地方，甚至幫佢哋拎袋都冇問題。我相信只要有謙卑心態，任何人都可以成功。我哋總結一下，要卓越就係指每日認真做足8個鐘頭。要卓越
即係要做到公務員嚟嘅工作水平。跟住落嚟，對於有殘障嘅人士，可能未必做到卓越，佢哋需要有兩樣嘢。第一，要有強烈嘅成功慾望；第二，就係要有謙卑服務嘅心。你一定要願意去做嘅雜務，我會咁樣總結。